乡长过生日，因为是民进党党龄28年的资深党员，所以讲伊手旁的这个鸡卵糕是党部定做送予伊的。面顶阁用彩色糖粉喷总统蔡英文甲党部主委的相片，看起来真逼真。真的切不下去。 因为鸡卵糕面顶有总统，乡长唔敢切，叫秘书切。别再切到头。你看我给你带来了。就惊讲切到总统也是主委的头，这个秘书伫切的时嘛，真紧张。切到头我跟你需要。你切到人啊？你切到人啊？无啦，我中切尔。切一个生日的鸡卵糕，母甲大家有够紧张，真无简单为中一个切开，说来嘛是一个难关。为了莫去切到总统和受请这块鸡卵糕特别大地。这虽然旁的就对，但是嘛是唔敢食。收到这只鸡卵糕的受请有20外个人，有的人真欢喜，嘛有人唔知要安怎较好。真侪党员拢敢若想讲，效应拢无来，这个想法尔。我怎想讲，甲相片甲放去你头顶。党部的主委强调讲，是为了要庆祝资深党员的生日，这专工请鸡卵糕的这个师傅比较总统甲伊做翕的相片，做出这个总统的鸡卵糕。是讲因为相片看起来真逼真，这有人惊切鸡卵糕时去切到总统的大不敬。主委讲免想遐济，迄若真正唔敢切，而且先将总统除掉，才切来食嘛无问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